大家好，今日嚟到清遠獅子湖喜來登酒店參加季度培訓。入到會場唔少得嘅就係亮麗背景牆同閃光燈，仲有紅地氈、鮮花同掌聲。全省將近3萬個 A 準，入圍只得400位。呢場培訓人均花費將近2000蚊喎，事不宜遲，嗱臨開始學習啦。首先登場嘅呢位大人物係年收入2000萬嘅過險會長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10年書啊！跟住就係深圳前海泰康國際醫院嘅優勢同埋產品介紹，我哋可以聯合醫院提供更好嘅就醫環境服務俾我哋嘅客人。重點部分我已經全部記低晒啦。最後就係分公司領導張潘總嘅致辭同埋期許。呢次培訓講師陣容龐大，真係受益良多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